当女朋友要给我买黑猴子。电话给我。不是你真给我下呀？对呀，别的男生有的我不允许你们有。你密码多少啊1234556。所以你前女友生日12年4月56日出生的。啊？你说呀。不是你想啥呢？一年哪有34个月啊？对哦，一个月也没有56天。不错，他会举一反三了。所以他是01年2月3号45分6秒出生的喽。不是你别瞎猜了，你怎么不说是一个富婆23年10 45岁6栋楼呢？哦，行啊，身上不露，那你去找你富婆来吧。没有，我就你一个富婆。你看我还给你准备了杰斯班003玻尿酸，一定让你满意。行啊，算你有诚意。快给我下载吧，别人都通关了。行，我给你下。记得下滑板哦。好吧。哎，本田蜜人终于要上线了。啊？怎么啦？不是这个猴子吗？